后来这个事故若有上新的进展，咱随时报向凊知。继续是正大的消息，有关民进党立委的提名是拼出着民主大联盟的概念，要伫个艰难的选区派出着阵将。即摆传出讲，伫个台北市的中正万华区要征调着外号鸡排妹郑家纯来参战。消息一传出来，引发着民进党在地议员的反弹。像这个吴派玉，伊讲伊已经备战真久了，伊讲家己才是上强的人选。还阁有刘耀仁讲中央党部拢无甲地方沟通协调，伊甚至来滚酸笑，不如就互东门市场的猪肉西施张彩哲来参选，安尼甲选区嘛更加有关联性。另外，民进党内嘛有人大大来警惕，讲若无爱归去，就来征调着人气超旺的乐天女星林湘出来选咧。总统想要跟我一起直播。嗨，总统好。去年含总统蔡英文共庆宣传社群之夜，人生得真水，身材阁好。郑家纯除了上名，伫咧网络顶嘛抢在伫咧公正题。伊这几年才出席联谊活动，传出民进党有意想要征调伊参选北市中正网架。因为中央党部都没有跟我们那个在地现任的议员做任何那个沟通协调，就爆出这个新闻，我们很错愕。除了我们2位现任的议员以外，还有一些社团组织的优秀的人士，也是应该中央党部应该去招揽的。在地资深议员刘耀仁真意外，前一天嘛讲到，确实找东门市场的猪肉西施张彩哲，和选区嘛较有关系。嘛传出党内各民进党点名，过去直接征调真有人气的乐天查某囡仔林湘。这段时间其实我都是以自己就是最强的人选来做中正万华立委选举的准备。那这一区互地方无欢喜，前一天罗主席亲身宣布，要和评论员李正浩用无党籍的方式合作，互林也是要市党部主任陈明恩去个清洗。我们是不是能来代表民进党来参选，争取这一席？你连沟通都没有沟通，高层永远就是高层，他不知道基层经营的辛苦。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还蛮心寒的。我昨天已经先打电话给这位里长哦，3顾茅庐5顾茅庐，乃或至10顾茅庐，我都会把这个里长拉来民进党这边。林爷伫咧艰难选区选到刺客出战，抢声量嘛，互少年人舞台。不过要如何互地方袂这样倒弹，嘛正做批判的问题。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hat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